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吟两首歌，这是咱已经有吟过的。你是董一金。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是独一真的上帝。阮伫世间无有别个拯救，阮独只有你，才做阮生命的帮衬甲退难。阮只有你，才做阮头前的光灯，引带阮行头前的路站。主啊，我情愿要甲你同行4命路，较无你荣耀的同在，体会伫地，哪亲像伫天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当阮伫世间的路站拄着困难艰苦的时，当阮头前亲像行无路的时，当阮拄着试炼真正艰苦的时，求你甲阮遮早保护，互阮虽然经过人生黑暗路途，总是阮毋惊大风雨。我是因为我是你的宝贝，愿阮伫你的面前，阮摆咧阮的困求，愿阮伫艰苦的时，有你用温柔慈悲安慰阮的心。阮安尼祈祷，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我头前亲像无路，拄着试炼真正艰苦，行伫坎坷危险死的山路，耶稣你。你是我的关山，我的美丽。
一摆三甲来记得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是你的宝贝。无论阮伫地面上所做的是毋是有够野，阮是毋是一个真好的老爸，是毋是一个真好的妈妈？阮敢有做一个真的查某囝，还是囝子？阮伫地面上的日子，是毋是有掠着你所赏赐阮的材料？主啊，当阮行到一个坎站，我发现阮无法度用阮所做的来回应你对阮的疼爱。阮只有伫你的面前欢喜讲：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看阮做你的宝贝。所以无论阮所做的是毋是有够野，有下着世间的标准，也是阮所做的是毋是有值得，阮来得到一种的福气甲赏赐。主啊，阮拢感谢你，因为你引带甲带领，互阮无孤单。愿阮伫所行的路，继续有你引带。愿阮搁一摆对你讲：来啊，来俄罗上帝。愿阮搁一摆对人来讲：你着俄罗天父上帝，因为伊是好。来啊，众人啊！大家来俄罗上帝，因为你是阮直到万世。愿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57首，愿大家俄罗上帝。